基督徒應否守安息日？嗱，我哋睇下安息日嘅定義係乜嘢？有好多人搞錯，以為安息日咧係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其實就唔係㗎。佢就係指禮拜五日落至到禮拜六日落呢段時間。咁時間會有長有短㗎嘛？夏天會係比較長啲啦，冬天比較短啲啦。嗱，呢個守安息日咧，其實係十誡中嘅第四誡啊。佢話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這一日咧，你同埋你嘅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嘅客旅，無論什麼工都不可以做，要係全面休息嘅。嗱，歷史點記載咧？佢話第二世紀信徒咧已經唔再紀念安息日啊。佢一個係常見但係錯誤嘅説法就係咧，第一世紀嘅使徒咧同埋基督徒咧係將敬拜嘅日子從星期六改為星期日，以紀念基督嘅復活。嗱，呢個係錯㗎，聖經都冇咁講㗎。咁咧，大約喺西元150年，即係耶穌死之後120年咧，殉道者尤斯丁咧 Justin Martyr 點樣講咧？佢話星期日咧係我哋大家共同聚會嘅日子，因為啲日咧神咧喺黑暗同埋物質中施行改變，創造世界第一日。我哋嘅救主耶穌咧，亦都係同一日咧死裏復活嘅。其他教會嘅歷史學家都講到呢一樣嘢，喺第二世紀中葉咧，星期日咧已經成為主要嘅敬拜日啦。嗱，現今基督徒咧唔守安息日嘅理由係咩咧？公元321年3月7日咧，康士坦丁一世皇帝咧頒布咗一道法令咧，就係將太陽日咧，即係禮拜日咧，成為整個羅馬帝國嘅休息日。嗱，由於受到古羅馬帝國嘅影響，天主教將安息日改到禮拜日啦。大部分人認為星期日就係安息日，為咗紀念耶穌而復活，所以喺星期日咧從事敬拜嘅活動。嗱，呢度講到咩咧？有3節經文啊。嗱，保羅似乎認為守安息日並不重要。嗱，呢度係似乎啊，但我唔知佢心裏邊點諗啊。羅馬書14章5節點講啦？話如果有人話呢一日比嗰日重要，即係佢可能話指安息日啊。有啲人話日日都係一樣嘅。啊，個個人諗法都係唔同嘅，但係自己要係對自己嘅信仰咧係確信不疑啊。哥羅西書第2章16節講咩咧？佢安息日，即係唔好讓人喺安息日呢件事上咧批判你哋。佢話呢啲咧係未來事嘅影子啫，真體卻是屬於基督嘅。佢可能話我安息日都唔係咁重要嘅啫。加拉太書4章9節或者10節啦，佢哋話如果你哋謹守日子、月份、節期、年份咧，即係包括安息日咧，如果你成日守呢啲咧，我為你們害怕，唯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了功夫。嗱，究竟守安息日應唔應該咧？其實一個好尷尬嘅問題，通常啲基督教嘅牧師都會迴避呢個問題嘅。嗱，如果話唔需要守安息日，咁點解話淨係10誡中要守其他9誡，而第4誡就係唔守咧？如果話要守呢個安息日嘅話，咁點解你哋嗰班人仲係禮拜5夜晚啊，或者禮拜6又去飲茶啊，或者係睇戲啊、旅行咧？好啦，咁我哋睇下猶太人點樣慶祝呢個安息日嘅。